接我一招般若掌。相公，小和尚，我今天来到宝刹，是要领教少林武功的。小僧资质愚钝，少林功夫只学了一套罗汉拳，一套围陀掌，都是少林的入门功夫。要是这样，你就退下吧。虚竹，虚竹，你是本派的第3代弟子，按说你没有资格和吐蕃国第1高手过招。但是国师万里远来，良机难得，你就用你的罗汉拳和围陀掌，请国师指点几招吧。是。国师，小僧得罪了。师傅，服了吗？少林连环腿。好内力！你怎么老用黑虎偷心这一招啊？燃木刀法，他真会这么多少林绝技啊！慧伦师兄，虚竹的功夫是跟谁学的？这我也不知道。如影随形腿。龙爪功，对，正是少林72绝技中的龙爪功。国师，手下留情。
身份还斗不过少林寺一个小辈，竟暗体偷袭，实在不成体统。把你的东西拿起来！不要杀他！是。少林寺以多打少也就算了，怎么还藏有女色？百年圣域，原来如此。今天我可是领教了。少林寺戒律森严，必会秉公处置。此事与国师无关，国师一路奔波劳碌，请先往客舍休息，待老衲查明真相。国师，请。虚竹擅犯杀、淫、昏、酒4大戒律，罚当众重打100棍。多谢太师叔慈悲，弟子虚竹愿受责罚。你擅自学旁门武功，从此以后你就不是少林弟子了。弟子死不足惜，敢请太师叔不要逐我出寺。你既为逍遥派的掌门，又为缥缈峰灵鹫宫的主人，应当出寺还俗，不能再做佛门弟子。少林寺对弟子恩义深重，弟子不孝，有负众位教诲。众位师傅的教诲，弟子永生不忘。慧伦，弟子在。你身为虚竹的授业师傅，没有好好教诲，责无旁贷，罚你受杖30棍。弟子知错，愿受责罚。太师叔，弟子愿代师傅领受30杖责。既然如此，虚竹受杖责130棍。虚竹现在还是少林寺的僧人，出寺之后，你就是逍遥派的掌门，灵鹫宫的主人，与本寺再无瓜葛。本寺上下须加礼敬。皇上，皇上，启禀皇上，江湖各路英雄几大帮派前来拜山。走，看看去。起来吧，虚竹，万法没有高下，在哪里修行都是一样的。从今以后，一定要记住诸恶莫作，众善众济。回僧房收拾收拾，下山去吧。是。弟子想受完杖责，再下山不迟。各位英雄，今日大家来到少林，第4蓬荜生辉，但不知大家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啊？我们接到丐帮新任帮主庄聚贤的英雄帖，约大家今日来少林立中原的武林盟主。
这件事情，丐帮为什么不正面告知我们？玄生大师，我10天前接到帖子，觉得事情有点蹊跷，想提前通报，从江南赶来，一路上费了4匹马，还是没能提前赶到。我3天前接到帖子，立刻从河北赶来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难怪大家这么巧一起到，原来路远的发帖早，路近的发帖晚，大家个个马不停蹄的赶来，都是刚好到。这是丐帮早已计算好的吧？庄聚贤是什么人？他怎么还没来？大理国镇南王段正淳殿下驾到！镇南王亲临少林，老衲有失远迎。大师，说话何必这么客气？未能事先通报贵寺，就前来打扰，大师见谅。国师，你怎么还在此地？此地已在少林寺之外了。犬子段誉不才，国师把他带到中原来，一路上多有教诲。段某还没有向国师道谢。段公子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国师什么意思？段公子来到中原后，认识了一位姑娘，从此以后便追随于16群边，什么雄心壮志都没了。那位姑娘到东，他便随到东；那位姑娘到西，他就跟到西，变成了一个游手好闲、不务正业的轻薄子弟。这个难道不可惜吗？这不孝之子，并非不孝，孝得很，孝得紧。有其父，必有其子嘛。哎，你这个蛮夷和尚，你不想活了吗？犬子现在何处？国师可知道？请告诉在下。王爷不必担心，我三弟现在很好。小师傅最近见过犬子。是啊，前些日子我跟三弟在灵鹫宫喝得大醉，后来……父亲，父亲，孩儿在这儿呢。啊，父亲，最近身体可好啊？啊，顽皮。哎，二哥，你又做和尚了？段公子在此，王姑娘就在附近，慕容复也该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慕容公子既然到了少室山，怎么还不现身？慕容复现在正在山下和丁春秋恶斗，要能活下来，很快就会来的。你们还不去看看热闹？段云庆。王姑娘，这点太凶险了，我背你出去吧。我又没受伤，有没有给人点穴道？我自己会走。再说，表哥武艺高强，他会保护我的。哎，王姑娘，你看我父亲在那里，他也来了。令尊是从大理来的吗？你们父子好久都没见面了，对不对？是啊是啊，王姑娘，我带你去见我父亲好不好？他呀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哎，我不见。为什么不见呢？王姑娘，你看我二哥虚竹也来了。哎，还有那个南海恶神是我徒弟。星宿派丁春秋，你来我少
山是要向我少林派挑衅。各路英雄，请作笔上观，看我少林如何抗击西来高人。表哥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少林自称中原武林首领，依我看，实在是不值一提呀。就是啊！天下武林只有星宿才是正果，此外全是邪门歪道啊！张大哥，这里好像有很多人啊，好像丁春秋和他的下边健将都在这儿。不错，他们的确来了很多人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，省得我千里迢迢去星丘海杀他们了。那不是阿紫吗？哎，那好像是咱们的女儿阿紫啊。看不清啊。好像是阿紫。别急，等等看。星宿派的弟子听着，本门规矩，谁的武功最高，谁就是掌门，谁有能耐，谁就可以当掌门人。丁春秋已经是我手下的败将了，他已经给我磕了18个响头，难道他没告诉你们吗？丁春秋，你身为本门的大弟子，怎么可以欺师灭祖，隐瞒师弟呢？小阿紫，本派掌门人确实是谁的武功高就让谁来做。你既然把大旗都竖起来了，应该说还有点真功夫。小阿紫，过来，接我3招。我是跟阿紫比武，你凭什么插手？师傅，帮主，在老仙面前撒野，你找死！庄聚贤，你是丐帮的帮主，为什么不用你们丐帮的功夫，反而用我们星宿派的毒功？本帮行事一向以仁义为先，庄帮主怎么能在天下英雄面前使出这样的邪功呢？这不和星宿派同流合污了吗？是啊，要是乔帮主还在就好了。丁老怪，庄帮主可是我的护法，你打败了他，再来跟我决战也不迟啊。至于这星宿派的功夫嘛，当然是我教的喽。庄聚贤，你再动我就使腐蚀毒功了！不，万万不可！你不想让他死，你就饶了他吧。他是本派的叛徒，我不杀他杀谁？你已经弄瞎了他的双眼，求你放过他吧，我会重谢你的。要我不杀他也容易，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。答应，100件，哪怕1000件也答应。他怎么会这样？马上重归我门下，做我的弟子。是，弟子有，弟子庄聚贤给师父磕头了。
哎，我帮是天下第一大帮，帮主怎么能拜星宿老怪为师呢？就是啊。师傅，你别杀他！别杀子！师傅，弟子庄聚贤为你上刀山下油锅，助强导火，在所不辞啊！师傅，庄聚贤，你马上就去把少林寺的方丈给我杀了！可我和少林方丈无怨无仇啊！你竟然敢违抗师命吗？不怕我杀了他？不，师傅，我去。少林寺玄慈方丈，听着，少林派是武林各门派之首，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。今日咱们要分个高下，胜者为武林盟主，败者服从武林盟主号令，不得有违。天下各路英雄好汉，有哪位不服，尽可向我武林盟主挑战。丐帮和少林派有数百年的交情，从来没有伤过和气。不知庄帮主今天为何前来挑衅？各路英雄都在这里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。老衲有一事不解，还要请教。什么事？庄帮主已经拜丁先生为师，那自然算是星宿派弟子了吧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你无关。星宿派乃西域门派，不是我大宋武林同道。我大宋立不立武林盟主和星宿派无关。就算中原武林要推举一位盟主，也和星宿派的弟子无关吧？不错，少林方丈说的很有道理。对，怎么可以做我们中原武林的盟主啊？就是，阿弥陀佛。庄帮主，既然你非要老衲出手，老衲也只好不顾及少林和丐帮数百年的交情了。天下英雄今日人人亲眼目睹，我少林绝无和丐帮争雄斗胜之意，只是丐帮帮主步步相逼，老衲退无可退，避无可避。比武较量，强存弱亡，说不上理亏不理亏，动手吧！庄帮主，你的话和丐帮数百年的人侠之名，太不相称了吧？要打就打。那好吧。邪门武功，不是降龙十八掌。对，和少林派比武，不能是邪派功夫。帮主，你应该用降龙十八掌，用歪门邪派的功夫丢我们丐帮人的脸。对，该用降龙十八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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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降龙十八掌。星宿神功比那降龙十八掌要强得多，你就用星宿神功，给我把那老秃驴杀了！啊！谁说星宿邪功能够胜过降龙十八掌？
这招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亢龙有悔。姐夫，姐夫，我等了你这么久，你终于来救我了。阿紫，让你受苦了，是姐夫不对。姓乔的，你中了老仙的仙术，不出10天，你就会全身化为脓血而亡，你信不信？对，老10天了，信不信？你信不信啊？你立即向老仙跪倒求饶，没准老仙还能饶你条命。求饶吧，跪下吧！你放下阿紫姑娘。你是什么人？在下是丐帮帮主庄帮主。你已经拜入了星宿派的门下，怎么能再当我们丐帮的帮主啊？是你弄瞎了阿紫姑娘的眼睛，啊！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姐夫，阿紫，姐夫，我的眼睛是丁春秋那个老贼弄瞎的，你赶紧把他的眼睛挖出来，给我报仇。阿紫，大理段王爷，令爱千金在此。阿紫，阿紫，我带你去见你父母。阿紫，姐夫，阿紫，姐夫，你们待会去，好好管教吧。阿紫，这么说，这盲眼少女也是我父亲的女儿。哎呀，父亲呐，我又一个妹妹。大哥，你进来可好啊？好兄弟，真是一言难尽呐！没想到在这里碰面啊！姓乔的，你杀了我兄弟，今天让你血债血偿！血偿！我要报仇！我小子，今天一定要除掉乔峰这个恶贼！乔峰是气胆狗贼，人人共诛之，不能让他活着下少室山，杀了他！兄弟啊，形势险恶，咱们以后再说。来，你先暂且退开，山高水长，咱们后会有期了啊！大哥，你记得节义师说过什么吗？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日死。大哥有难，做兄弟的岂能苟且偷生？兄弟这番心意，大哥十分感激。不过，这些人想要杀我，也没那么容易。小兄弟，你先回去吧。待会儿我再出手护着你，可不便应敌啊。哎，你不用护我的，他们和我无冤无仇，不会杀我的。萧峰和咱们公子爷齐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英雄了得。我老冯有意助他一臂之力，跟中原这帮5人好好的干他一架。不错，果然让人佩服。我包不同也愿助他。啊，表哥，这位萧大侠真是个英雄，咱们祝他南慕容，北乔峰，联手力抗天下英豪，将来也是武林中的一段佳话呀。你们忘了，我慕容复的志愿是什么？咱们要以兴复大燕国为第一要任，岂能为了一个萧峰而得罪天下英雄呢？公子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收揽人心，为我所用。萧兄，你是契丹英雄，但你使我中原众豪杰有如无物。姑苏慕容复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，就算死在萧兄掌下，也算是为中原众豪杰尽献一份微薄之力，虽死犹荣。素闻公子英明，今日得见高贤，真是大慰平生啊！慕容公子，
我大哥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何必趁人之危呢？再说别人冤枉你的时候，我大哥还为你舍命开脱呢。段兄也想做暴打不平的英雄好汉，上来赐教吧。我是没这个本事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管你是姓萧还是姓乔，刚才老夫看你年轻，让你3招。告诉你，现在老夫可不让了啊！卑鄙！爹，快去救我姐夫啊！萧峰，多谢你救了阿紫姑娘，可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。今日我们便来做个了断。我提出来了，他们是3个打1个呀！不要乱叫！不要乱叫，必要的时候便会出手的。对。大哥，段公子。召集全寺弟子戒备。萧峰这恶徒害死了玄孔师兄，此次绝不容他活着走下少室山。是。阿弥陀佛。慕容复，姓庄的丁老怪，你们3个一起上吧！萧峰何惧？是不是我姐夫受伤了啊？阿紫，别担心，萧大侠没受伤。拿酒来。是。来，大家拿酒，一起喝。来，给，好，来，给，进来，啊，来，拿着。好兄弟，接着，哎。走！兄弟，你我生死与共，不枉结义一场，死也罢，活也罢，我们再痛痛快快的喝那一场！来，来，等一等！大哥，三弟！大哥、三弟，你们喝酒怎么不叫我呀？这位英雄是？这也是我的结义哥哥。出家的时候叫虚竹，现在只怕还俗了。当初我们2人结义的时候，也把你拜进去了。二哥，快拜见大哥吧！大哥在上，受小弟一拜。我死在顷刻，你不畏艰巨，挺身而出，足见是一个重义轻生的大丈夫好汉子。萧峰能够和你结为兄弟，那是我的福分。萧峰今天能够结交你这样的英雄好汉，真是太高兴了。来，哈哈哈哈哈！今日在天下众英雄面前，我契丹人萧峰和虚竹兄弟一结金兰。
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对，今日我们三兄弟有难同当。两位好兄弟，这18位契丹武士对哥哥是忠心耿耿，我们素来相处是情同手足。我们痛饮之后就放手大杀吧！痛饮一场，放手大杀！来！星宿老怪害死洛太师叔玄难大师，兄弟要找他报仇。哎，二弟，你不是他对手，二弟。二弟的功夫果然不错呀。那是自然的。来的正好，保护我三弟。哎，大哥，大哥！哎呀，这二人招招凶险，惊恐对方要害，但姿势却如此美妙，简直就像舞蹈一样。好，举重若轻，潇洒如意，这样的舞路我从来没见过。哎，王姑娘，这是哪一门功夫啊？呀！表哥小心！游龙引凤，表哥使这套功夫自然是不会败了。萧大侠现在只是和这个庄帮主对攻，可是这样一来，不是在大家面前丢尽了慕容家的名声吗？表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幸福是大，名望是小。我若能为天下英雄除去这个中原武林大害，这武林盟主一席便非我莫属了。那是振臂一呼，大燕幸福有望。他只关心他表哥的安危，他的眼睛绝不会离开慕容公子往我身上看一眼的。阿紫，和两位哥哥同患难，事到临头，却躲在人群之中受人保护，这算什么义气？反正左右是个死嘛。我虽然武功不行，但以凌波微步，也能和慕容复纠缠一番，让大哥腾出手来，先打退那个丑脸。
和我大哥齐名，就该当和他1对1的对招，怎么让人相助？就算勉强打个平手，岂不是让天下英雄耻笑吗？来，有本事你打我呀！有什么好？当然是活在世上比较有味道一点。你若想活，就叫我100声亲爷爷。哼，你又大不了我几岁，真不害臊啊！啊，你叫不叫？表哥，三弟，你怎么不叫我100声亲爷爷呢？不要伤我儿子！你奶奶的！我师傅虽然不是个东西，但总也是我岳老二的师傅。你打我师傅，就如同打我岳老二一般。万一我师傅贪生怕死，叫了你一声亲爷爷，你岂不是比我岳老二还要大出1、2、3，大出3辈了吧？实在是欺人太甚！我跟你拼了！你奶！你是我师傅的老子，我要是骂了你，岂不是乱了辈分？等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悄悄的把你脑袋瓜子剪下来。表哥小心，这是大力断石的一阳指，不可轻敌呀！主公，主公，扶我起来！丐帮向你侠义为先，你身为一帮帮主，却和星宿派的一帮妖人在一起同流合污，真是辱没了丐帮数百年来的美名。三弟，你这6脉神剑尚未纯熟，不妨用一种剑法试试。是，多谢大哥指点。
呢？三弟的剑法如此神奇，就换了是我也抵不过呀。阿朱，你的担心，我现在明白了。杀你太丢人了！滚！表哥，你没事吧？表哥！儿子没有？我尚未婚配，哪来的儿子？你有祖宗没有？自然有。我自愿就死，与你何干？士可杀不可辱，慕容复堂堂男子，岂容你这无理言语？你高祖有儿子，你曾祖、祖父、父亲都有儿子，就是你没有儿子。呵呵，大燕国当年慕容恪、慕容垂、慕容德，那是何等的英雄啊！却不料都变成了绝种绝代的无号之人。承蒙高人指点，慕容复目光短浅，大恩大德，莫齿难忘。古来成大业者，哪一个不历尽千辛万苦？汉高祖有百等求和之困，唐高祖有降顺突厥之辱。倘若都像你这么引荐一颗，只不过是个心窄气狭的俗汉罢了，还怎么谈得上光复大燕国？我知道了，起来吧。萧大侠武功卓绝，老夫十分佩服，今天也想跟你领教几招。哼哼，不敢，请。哼。
10年，为了什么？我也正要问你，你在少林寺一躲数十年，又为了什么？你我虽未谋面，但我认得你的身影。你的身影，我也认得。这2个人怎么在寺里已有数十年了？师兄，我丝毫不知，难道真有这事儿？我藏身少林寺中是为了找一样东西。我藏身少林寺数十年，也为了找一样东西。这个东西我已经找到了，想必你要找的东西也应该找到了吧？否则的话，咱们3次交手都没有分出胜负。尊家的武功了得，在下十分佩服，用不用再比试比试？阁下的武功我也十分钦佩，我想就是再比试下去的话，只怕也难分高下。行。痒啊！哎呀！阿弥陀佛。痒死我了！虚主，你去解了丁施主身上的苦难了。是。谨遵方丈法旨，把镇养丸拿来。是。新秀老怪，这颗镇养丸可止3日之痒，过了3日，其痒又再发作，那时候我主人是否再赐灵药，要看你乖不乖了。我等小人，是我等小人，死心塌地要为主人效犬马之劳，这天下武林盟主一席，非主人莫属。对呀，只要主人下令，小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啊！主人，这星宿老怪灯烛之火，居然也敢和日月争光，心怀叵测，邪恶不堪呐！主人，你迅速将他处死，为世间除此败类啊！你们这些卑鄙小人，怎么将吹捧星宿老怪的陈腔滥调、无耻言语，转而称说我主人，当真无耻之极！我说呀，是仙姑，立马皇上翻新，保管让仙姑满意。对，仙姑，花容月貌，胜过那西施杨贵妃呀。你们都给我滚一边去！仙姑有令，不得有误，快滚！是。滚到后边去！后边！虚主，你自立门户，日后当走侠义正道，约束门人弟子，令他们不要祸害江湖，那便是广积福德，多种善因。在家出家，都是一样了。是。安排法杖。是，法杖伺候。是。虚主，你现在还是少林弟子，俯身受杖吧。弟子虚主，身犯本寺重戒，恭领杖责。二哥，阿弥陀佛。
生下你不久，就在你背上和屁股上烧了9个戒点香疤。你说，你屁股上是不是有9个戒点香疤？我屁股上是有9个戒点香疤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是你的亲娘啊，儿啊！我终于找到我的亲生儿子了，我找到我的亲生儿子了，我找到我的亲生儿子了。24年来，我白天想你，晚上想你。我气不过别人有儿子，自己的儿子却给天杀的贼子偷了去。所以你总是偷人家白白胖胖的玩来玩，玩够了之后就杀了他。原来你的儿子也是被别人偷去的。哎呦，可是别人的儿子哪有自己亲生的好啊？儿啊，儿啊，儿啊，儿啊！真是我娘！他是我的儿子，你不要再打他了。是哪个天杀的贼子偷去了我的孩儿，害得我们母子分离了24年。孩儿，我们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将他抓着，把他碎尸万段，剁成肉酱。我的武功敌不过他，可是我的孩儿武功高强，能报仇雪恨。你的孩儿是给人家偷去的，还是抢去的？你脖子上的2道血痕从何而来？诸位英豪，我知道你们不想让我活过今天，但杀我之仇不可不报。我先去杀了慕容老贼，再回来做个了断。四弟，我们进去找公子啊！进去助大王一臂之力，节阵拦住！王姑娘，怎么着？少林乃佛门善地，非欧斗之场。各位，请勿擅闯。胡说八道！非也，我看此处并非佛门善地，乃是专养私生子的风水宝地。你住手！老衲犯了佛门大戒，有伤佛门清誉，依本寺戒律，该当如何惩处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清明令誉之保全，不在求永远无人犯规，而在求事事按律惩处。宣词方面对自己实行了，请各位英豪止步。我玄慈犯了淫戒，
与虚竹同罪。身为方丈，罪行加倍。执法僧将我重重责打200棍。少林寺的清誉攸关，不得徇私舞弊。方丈，方丈，少林寺的千年清誉，岂能坏于我手？是，执法僧永行。别打他！别打他！闪开！闪开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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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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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是我的错，我认领罪。二娘，你又不是佛门女尼，何罪之有？刑杖。杖刑完毕。娘，
萧远山，是你们父子俩一起上呢，还是我们二老单打独斗，拼个死活呀？哼哼，你我之间深仇大恨，不死不解，这不是较量武艺高下，所以自然是我父子联手齐上，定取你性命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慕容先生，当年听说先生西去，小僧十分悲痛。原来先生隐居不出，另有深意。今日相会，小僧很高兴。在下因家国之故装了回死，让大师挂念了。岂敢岂敢！那年小僧与先生讲武论剑，得蒙先生指点，又承先生以少林寺72绝技要旨相赠，小僧铭感于心。刚才大理的段公子与犬子相斗，是剑气纵横啊！天下第一剑之言，名不虚传嘛。这萧氏父子是欲杀我而甘心，大师，你怎么看？我们是知己好友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？今日之事，不判生死，誓不罢休。哼，接招吧！南慕容，北乔峰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小熊啊，我有一言，你听是不听？任凭你花言巧语，休想叫我不报这杀妻之仇！我方3人敌你父子2人，哼，请问是谁多占胜面？当然是你多占胜面。哼，萧氏父子英明盖世，生平怕过谁来？可是今天想要杀我，哼，却也难得很呐。不如我跟你做桩买卖，我让你来报仇，但你父子必须答应我一件事。你有什么诡计？只需你父子答应了这件事，便可上前杀我报仇，在下束手待毙，绝不抗拒。我师和富儿也不得上前救援。萧兄，你说我慕容博是哪国人？爹，先杀了他再说。他是哪国人，有什么关系？有。富儿，咱们是哪国人？咱们慕容氏乃鲜卑族人。昔日大燕国威震河朔，打下了锦绣江山，只可惜敌人凶险狠毒，颠覆我邦。我给你取名用一个“父”字，是什么用意？父亲是让孩儿时刻不要忘了祖宗遗训，灭大宋，兴大燕。你将大燕国的传国玉玺取出来，让萧大侠瞧瞧。是。你将大燕皇帝的世袭谱表取出来，让萧老英雄过目。原来慕容先生乃是大燕国王孙呐！哦，失敬失敬。哎，亡国遗民
保住命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只是历代祖宗的遗训，要兴复江山，我慕容博无能啊。江湖上奔波了半世，始终是一无所成啊。小兄，你说我鲜卑慕容氏意图光复故国，这该是不该？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，没什么该不该的。枭雄直言极是，慕容氏若要兴复燕国，须得有机可乘啊！我慕容氏人丁单薄，势力微弱，重建邦国，当真谈何容易啊！唯一的机缘便是天下大乱，四下征战不休啊！哈！原来你捏造音讯，挑拨是非，是想使宋辽生信，大战一场。正是。倘若宋辽之间战争复起，我燕国便可以乘机而动。不错。倘若宋朝既有外患，又生内乱，不但慕容先生复国有望，我吐蕃国也能分一杯羹啊！哼！令郎官居辽国南院大王，手握兵符。倘若挥军南下，占尽黄河以北土地，进可以自立成王，退以长保富贵。那时顺手将中原的群豪聚而歼之，如杀蝼蚁，被丐帮逐出的一口恶气，不也一吐为快吗？哼！你想让我儿为你尽力，你好浑水摸鱼，让你兴复燕国的野心得逞。不错，我慕容氏可见一支义旗，兵发山东，为你大辽呼应。同时，山东吐蕃、西夏、大理三国一时并起，咱们五国瓜分了大宋，亦非难事啊！我燕国不敢取大辽1尺1寸的土地，此事对大辽是大大的有利啊！小兄，你何乐而不为啊？小兄，只要你依了在下的倡议，立即取了在下的性命，替夫人报仇，在下绝不抗拒。慕容老先生，倘若慕容先生甘心就死，那慕容氏大业则更加难成。先生这不是死得轻于鸿毛了吗？大师，此言差矣啊！哦，小兄啊，你隐居江湖数十年，侠踪少现人间，可是萧大侠却英名播于天下，一言九鼎啊！萧大侠为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少女，尚肯冒险入聚贤庄求医，所以老朽希望我们能够联手抗宋。在下已筹算许久，这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！杀母大仇，怎么能当做买卖来交易？这等肮脏之事，岂是我萧峰所为？此仇能报便报，如果今天杀不了你，就算我父子死在此地，也毫无所谓。素闻萧峰萧大侠才略盖世，实践非凡，不料今日一见，竟是个不明大义、屠城义气的勇夫。真可笑啊，可笑啊！萧峰是英雄豪杰也罢，凡夫俗子也罢，绝不会落入你的圈套，成为你手中杀人之刀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你是大辽的重臣，却只记得父母私仇，不思尽忠报国，如何对得起大辽？你见过边关上宋辽相互仇杀的惨状吗？你见过宋人辽人妻子离散、家破人亡的情景吗？宋辽之间好容易罢兵数十年，倘若刀兵再起，宋辽铁骑侵入南朝，将会有多少宋人惨遭横死？又会有多少辽人死于非命？我们打了一个血流成河、尸骨如山，却让你慕容氏伺机兴复燕国。我萧峰对大辽精忠报国，
是在保土安民，绝不是为了杀人取缔、建功立业。善哉善哉！萧大侠宅心仁厚，如此以天下苍生为念，真是菩萨心肠。看这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那边看，那边看看。没有啊？怎么样？有没有？那边有。走，跑，那边看看，走。你躲在这里多久了？施主是问我躲在这里有多久了？不错，问的就是你。我也记不清楚了，不知是42年，还是43年。这位萧老居士第一次来偷看经书之时，我已经来了10多年了。你们呢？没有，继续找。是，好，继续找，继续找，快！后来慕容老居士也来了。哎，你来我去，将阁中的经书翻得乱七八糟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。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？萧居士全神贯注于武学典籍之中，心无旁骛，自然瞧不见老僧。记得居士第一次来借阅的是一部无相节之谱，从那时候起，居士便入了魔道。可惜呀，可惜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萧居士第2次来偷阅的是一部般若掌法，当时老僧就暗自叹息，知道居士由此入魔，越陷越深，心中不忍，便在居士惯常取书之处放了一部《法华经》和一部《杂阿含经》，只盼居士能借了去研习参悟。不料居士沉迷于武功，与正宗佛法却置之不理，将这2部经书撇在一旁，找到了一部伏魔杖法，欢喜的去了。唉，沉迷于苦海，不知何时方能自拔。慕容居士是鲜卑族人，但侨居江南已数代了。老僧本以为你已经沾到一些南朝的文采风流，却不料你来到藏经阁中，将我祖师的威严法语、历代高僧的语录心得一概弃如敝履，挑到了一本拈花指法，便如获至宝。昔人买椟还珠，已一笑千载。2位居士乃当世高人，却也作此愚行。